珍寶來蛇王嘅鈦合金基礎版，重量級嘅聯名款 Harry Potter 蛇王嘅限量版。而品牌一貫秉持住呢一個貴精不貴多嘅理念，清晰利落。咁答案就係45秒。為咗實現蛇身嘅流暢度、細節嘅動態效果咧，魚團隊都耗時超過400日，反覆咁打磨優化。冰晶鈦嘅工藝咧，就絕對係天花板級別嘅存在。咁而呢一款限量版200隻。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國潮頻道。今日咧就同大家傾下呢一款就係超級爆款，充滿咗機械嘅浪漫，同埋呢一款平面嘅動偶腕錶，佢就係接波利人珍寶來。咁而講起呢一款手錶咧，佢絕對唔係一款普通嘅手錶，佢係一個融合咗動態嘅雕塑、微型嘅機械藝術，再加入呢一個魔法主題嘅腕錶作為呢個藝術。而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呢兩款嘅焦點力作。咁而珍寶來蛇王嘅鈦合金基礎版，同埋重量級嘅聯名款 Harry Potter 蛇王嘅限量版，憑住獨一無二嘅創作同埋極致嘅機械設計，咁而一推出市場呢，就即刻係一夜爆紅，咁成為咗無數錶迷嘅心頭好。咁熟悉珍寶來嘅朋友呢，都知道呢一個品牌從來都係唔做啲普通或者係啲大路嘢，咁佢呢，就每一款嘅手錶推出呢，都有住佢哋專屬嘅故事同埋呢一個設計嘅靈感，咁款款都係非常之獨特，具有呢一個記憶點。咁而包括之前所推出嘅航天火箭、命運之輪、轉子、星際發動機、友誼系列、星鏈等等嘅經典款式，而品牌一貫秉持住呢一個貴精不貴多嘅理念。咁而佢哋設計出嘅每一款腕錶咧，都經過精雕細琢，戴上手嘅時候咧，氣場同埋質感完全係唔會令你失望嘅。今日就嚟同大家分享下呢兩款蛇王嘅腕錶，睇下大家比較中意邊一款嘅設計同埋邊一種嘅風格。咁首先講下呢兩款鈦金屬嘅蛇王錶盤細節。兩款都各有特色，一款咧就採用咗經典嘅綠色錶盤，配搭兩支拋光刀形嘅時分針，清晰利落；而另外一款咧就係沉穩神秘嘅黑色中心嘅錶盤，咁配搭住呢一個鏤空嘅時分針，通透輕盈，層次感十足。而呢兩款錶盤裏邊咧就暗藏住機械嘅細節，咁我哋見到12個立體嘅特別齒輪刻度咧圍繞住整個錶面，而有一條立體嘅金屬機械蛇咧就盤踞喺錶圈內。而呢一款手錶係自動嘅上鏈錶，不過咧佢有特別嘅上鏈設計，就喺呢一個錶圈上鏈。咁就算你係一日來回30-40次咁上鏈咧，完全都係冇問題，因為品牌就已經早早加入咗呢一個安全嘅機制。咁無論你上鏈幾多次，絕對都唔會勞損到呢一個機芯，影響手錶嘅性能。可以講得上設計上完全係拉滿。而呢一款手錶結構設計好巧妙，咁分別兩個獨立運作嘅精密組件。一組咧就係負責穩定儲存嘅動力，為錶面呢一條金蛇咧就做出動態嘅效果功能。咁而喺兩點鐘嘅位置咧就有一個專屬嘅按掣，咁只要你輕輕一撳，成條金蛇咧就會立刻喺錶面上邊就靈活咁游走。而呢一個動態嘅畫面超級震撼，第一眼咧就絕對係俾呢一個細節完全咁吸引住。咁好多朋友都可能會問，呢一個3D 嘅立體機械蛇上滿鏈之後可以持續幾耐嘅呢一個轉動呢？咁答案就係45秒。咁而呢一個時間咧，絕對唔係隨便咁去設定出嚟，咁係珍寶來研發團隊咧反覆咁去測試，而喺無數次咁調校出呢一個黃金嘅時長，而團隊都嘗試過各種快慢嘅時長動態效果，咁最終都係決定喺45秒遊走嘅時速裏邊咧係最為完美，唔會太快而睇唔清楚呢一個細節，亦都唔會太慢顯得遲鈍，節奏就啱啱好。好多人都可能會有疑惑，就係呢一個錶面上邊嘅12個齒輪不停咁去轉動，咁係唔係靠呢一個齒輪直接咬合呢一個金蛇而游走呢？嗱，咁其實呢一個就係隱藏住珍寶來最核心、最強大嘅研發技術。為咗實現蛇身嘅流暢度、細節嘅動態效果咧，魚團隊都耗時超過400日，反覆咁打磨優化，前後將近做出咗20個版本，最終就由呢一個版本定型。而成條蛇身都係採用咗鈦金屬鏈狀分段嘅組裝而成，咁淨係呢一套組件啊，就包含咗200件以上嘅精密獨立嘅零件，咁仲未包括埋機芯，咁淨重量咧就只得75克。仲有最考功力嘅機芯組裝、錶殼精密嘅拋光打磨等工序，全部都係由資深嘅製錶師人手咁精修完成。咁而每一步都係好考時間同埋呢一個手工藝。咁
咁見得珍寶來嘅呢一款工藝嘅難度同埋呢個含金量。而最值得一讚嘅就係品牌解決咗呢一個機械腕錶裏邊最大嘅痛點，就係呢一個金屬磨損。咁大家都知道，傳統嘅金屬齒輪咧，長期咁直接咬合摩擦咧，係一定會有呢一個勞損嘅情況。長期使用之下就會影響到手錶嘅壽命同埋呢一個流暢度。咁所以咧，珍寶來就突破咗呢一個傳統，自主咁研發出磁鎖嘅驅動專利嘅技術，透過精密齒輪嘅轉動，再搭配特製嘅微調磁力組件，咁就實現咗超低嘅損耗、極速反應嘅無接觸嘅驅動模式。自產改裝嘅機芯完美咁整合咗走時同埋動偶嘅兩大系統，咁而來自12個精密嘅旋轉齒輪咧，精準咁帶動咗呢一條蛇每一個動作，順滑無阻，持久耐用。咁而呢一款咧就有一個超級隱藏嘅特點，咁就係99% 嘅人咧都唔會知道嘅一個驚喜細節。咁大家可以細心咁聽下或者睇下呢一條片。咁而呢一條機械蛇咧喺喐動嘅時候就會發出一啲好似響尾蛇嘅獨特聲音，咁還原度咧就極高。咁而立體感同埋聽覺感受咧完全係拉滿。咁而家我哋嘅國產製錶業咧可以講得係越嚟越強，咁經得起時間同埋技術嘅考驗。咁只有你諗唔到，但係冇做唔到。我哋講完呢一款機芯嘅動態功能之後呢，我哋嘅焦點再嚟到呢一個蛇王嘅核心分別，咁就係其實呢兩款手錶嘅機芯配置、動態嘅功能呢基於一致，咁最大嘅差異呢就係呢一個錶殼嘅用料、風格嘅定位等等。咁而呢兩款手錶各有魅力，風格獨特，適合唔同嘅玩家。咁而呢一款呢就係經典5級鈦嘅基礎版。而另外一款咧就係高階嘅冰晶鈦 Harry Potter 嘅聯名款，咁而5級鈦金屬咧大家都非常之熟悉㗎啦，咁而質感穩重、低調好睇、耐用同埋輕身，咁而錶底咧就刻有呢一個立體嘅眼鏡蛇圖案，搭配翻一個特別設計嘅佛像膠錶帶，而冰晶鈦嘅工藝咧就絕對係天花板級別嘅存在。製作首先就需要對鈦金屬基底做呢一個精細嘅拋光，徹底去除表面嘅雜質同氧化層。咁而還原咗最純潔嘅鈦金屬本質，之後再將呢一個材料加熱到800度以上嘅高溫，咁令鈦金屬產生咗異形嘅轉變，內部晶格重新排列咁重組，原本細小嘅晶粒咧就互相混合合併，逐漸咁長大成形，再透過慢慢嘅降溫高危，讓鈦原主順住規律嘅結晶方向穩定咁生長，而最終不同方向生長嘅晶粒互相碰撞交疊。而金屬錶面就會形成好似雪花、羽毛一樣嘅錯落分治，同時營造出粗獷立體嘅冰晶結晶紋理。而呢一款手錶再配搭翻非常之罕有嘅灰銀色真蛇皮錶帶，今次再作為呢一個 Harry Potter 嘅正版聯成款，氣場完全係唔一樣。而喺錶面嘅6點位置，亦都刻有專屬 Harry Potter 嘅字樣，經典嘅標籤，滿滿嘅儀式感。而呢一款手錶仲有一個最經典嘅亮點，咁就係喺個錶底蓋裏邊咧，就設計有呢一個蛇門嘅設計，還原咗 Harry Potter 電影裏邊男主角開啟咗呢一個神秘嘅蛇門場景，咁而細節還原度咧係100%，完全咧就帶入咗去呢一個電影嘅魔幻世界裏邊。咁而呢一款限量版200隻，收藏價值咧係非常之高。嗱，咁而講翻呢一款手錶嘅尺寸方面，兩款手錶嘅直徑咧就係46mm，咁而厚度咧就有輕微嘅差異。咁而冰晶鈦聯名嘅呢一款限量版嘅厚度咧就係10.8mm，咁而基礎版嘅鈦金屬咧就係10mm，差距係非常之少嘅。咁但係上手嘅時候咧，同樣都係超薄輕身，完全都唔會壓手。咁到最後都同大家總結下點去揀呢兩款手錶先。咁如果大家係中意一啲比較低調嘅而性價比高嘅5級鈦金屬基礎版咧，就最適合你。嗱，咁如果你係追求一啲與眾不同又有個性，又想擁有一個獨一無二嘅機械腕錶藝術品嘅話咧，又或者你係一個 Harry Potter 嘅資深粉絲嘅，咁而中意呢一啲收藏特別嘅限量版咧，咁而冰晶鈦嘅呢一個 Harry Potter 嘅限量款咧，就一定係你不二之選啦。咁到最後，如果大家係想親身去感受下呢兩款蛇王戴上手嘅一啲動態魅力喺邊度嘅話咧，歡迎大家可以即時去到我哋嘅門市度體驗下，或者係打電話去我哋嘅門市度詢問翻有關嘅詳情。好啦，今集嘅國潮腕錶報道咧完畢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